所以當你買房做嘅時間越長，就越能夠理解人哋嘅買用意。今日下午好不容易促成咗一套二手房嘅交易，合同一簽，揸緊時間將呢件事辦妥就得咧。但係講實在講，賣房背後嘅故事其實真係唔係好受。嗰對叔叔阿姨嘅年紀同我爸媽差唔多大，頭髮咧差唔多已經白柴咧。我當時嘅心情可以講，而家都咪講得出。阿姨簽合同就握住我個手，不斷咁講多謝。我睇到佢個眼淚已經係有淚嘅。佢講佢個仔今年33歲咧，如果唔係因為賭博敗家，嗰套屋早就住入去咧。仔講唔定連老婆都娶開嚟。而家事情總算解決，賣房還清債務，再都唔使擔心講派人哋上門去討債咧。兩位老人講，佢哋能夠再做2年，而家翻返去農村亦幾好，佢離市區又買遠，佢哋屋企裏嘅隻農，而家算嚟講係一隻醒悟啦嘛。阿姨拉住我個手，傾咗半日，佢講佢屋企女咧係輕陣嘅，從細咧就慣到大，要乜嘢就俾乜嘢，結果咧佢隻仔咧就一啲即係對錢一啲概念都未有嘅。前2年咧就去深圳打工，俾同事帶壞開嚟，就迷上咗嗰種一種網絡賭博，就越陷越深，輸得越來越多。為咗翻本，佢就到處去借網貸，結果個窟窿咧就越捅越大。後來就冇錢啦，就呃佢父母講啲女朋友想去買台車，老人咧就心痛講辛苦喎嚇，始終係一家人，就將手上僅有嘅10萬蚊嘅積蓄全部打俾隻仔，結果隻仔就全部輸齊啦，仲借嚟周邊嘅親戚朋友一圈嘅錢，直到催債嘅揾上門來，佢哋先知道已經欠成50幾萬。呢件事一出，兩位老人一夜之間頭髮都白齊啦。仔呢就發誓講永遠都冇賭嚟，就係為咗去收集呢個爛攤子。阿姨就揾到我，想將套房賣開。結果女朋友屋企女亦知道呢啲咁嘅事情咧，婚事自然之間就吹開噶啦，冇下文噶啦。你知道嗎？兩老其實賺錢真係唔容易，但係人哋講究信用嘅喎，從來未欠過乜水一分錢。呢種俾人逼債嘅滋味可以講，佢哋諗得狂，甚至諗過輕生嗰種念頭。第一諗到自己隻仔就咬實牙根挺住。今次阿姨呢就同我傾呢啲嘢嘅時候，其實語氣係輕鬆，但我心入邊聽到其實都係好難受。後來呢合同就簽開嚟，同事發信息嚟賀我，講我開單嚟，但我感覺到我開心咪開心。可能自從有咗農之後，個心會變得更加軟。遇到呢種事，心入邊始終係唔舒服。最後咧，我就同老闆商量咗一下，決定將業主呢邊嘅中介費免開嚟。發呢個視頻嘅時候咧，我係經過阿姨嘅同意先發嘅吓。阿姨佢叮囑講俾而家嘅年輕人知，父母賺錢真係唔容易，佢哋一世都喺度為你付出，冇等到佢哋老咧，都仲要不斷去擔心。記住，黃賭毒呢啲嘢冇碰，真係冇碰得。當然，我哋亦冇能夠講將父母嘅愛變成理所當然，更加冇能夠因此咁去墮落。你明白？你嘅未來，你嘅家庭嘅未來，若你辛辛苦苦咗大半世嘅父母，若嗰個要陪住你行完後半世嘅另一半，其實都喺度指望你。所以都係嗰句話，買房量力而行，冇夾硬去逼你自己嘅父母去借錢俾你。買唔起呢就先冇買，有佢第一個本事就辦佢第一個事，呢個先係真嘅。對我哋普通老百姓嚟講，買房係大事，要慎重。今次講嘅話好直，但係我嘅心裏話，在實現賣房咁多年，見過太多個家庭起起落落，感觸真係好深。如果講你能夠睇到呢個視頻，甚至講聽到嘅，我都覺得我拍嘅呢個視頻係好有意義。